苗族发源于中国，为何美国、泰国、越南等国家也有苗族人呢？苗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，九黎部落战败以后大部分南迁到了其他地方，开始了苗族多灾多难的迁移史。老挝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有了近30万的苗族人，相当于老挝总人口的10%以上。1953年以前，老挝一直是法国的海外殖民地。老挝独立过后，为了活命，老挝的苗族人不得不沿着山路逃到了泰国等国家。美国在1978年前，国内是没有苗族人的，直到1980年，美国通过了难民法案后，很多苗族的难民不远万里迁移到了美国定居。到了上个世纪末时，美国已经有了近20万的苗族人口，大部分是来自老挝，小部分是来自越南、泰国。我是来自贵州的苗族，你们是来自哪个民族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哟。